原本是乡里的托儿所，后来转型变成将军区的幼儿园。现在学生人数嘛不断增加，教学课程也愈来愈多元。也因为这款经营，在今年教保服务机构以及教保服务人员奖励摕到优良的肯定。因为我们学校是在偏乡嘛，那孩子的各种方面我们也都很注重他的优质，所以会以学习区比较开放的方式来做一个教学的引导。那孩子透过比较开放的自主的学习，让他们的能力可以慢慢的提升。那在教师的方面，我们也有阶段性的来让老师做各种的增能，那可以去因加孩子更优质的一个学习的一个引导策略。园长表示，将军幼儿园为传统的乡土转变而来，加上教师教学自主学习形态，当年落实课程多元化甲社区连接，建构正向学习共同体，得到家长认同。我们就是老师他会自己制编教材教具，那透过有一个资源共享的方式，在学习区里面设计各种不同的工作盘，让小孩他可以依照他自己的能力做个别化的探索和学习。这次除了有幼儿园摕到优良肯定以外，教保员蔡玉燕也摕到优良教保服务人员肯定。其实这一路走来也是蛮长的一段路。其实我也是抱着初衷啊，只要我认为是对的事，我们去做。做了就对了，其实也不要犹豫太久这样子啊。以孩子的就是让培养孩子的一些他带着走的能力，是我们目前最努力的方向。教保员在职务上需要展现务实奉献，甲高度责任感。幼儿园本身经营甲师资，还有课程规划各方面嘛，需要相当的用心。这回幼儿园甲教保员双双得到肯定，是相当难得。但是新闻中视为采访报道。